演員一定要有信心嘅，冇信心就做唔到。就話，但係喺頒獎典禮上面咧，其實都咁多年啦，即係都提名咗好多次啦。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每一部作品當我有份提名嘅時候，都係我自己好喜歡或者評審都好喜歡。咁其實我自己拍戲嘅作品，但係我希望每個作品都能夠可以超越以往嘅作品。咁所以對我嚟講咧係最好玩嘅事。咁尤其是梅蘭天嘅角色咧，亦都係喺演藝生涯咁長嘅時間裏邊，經過咁多時間嘅修練，然之後去打造一個我覺得係可以俾我可以填滿好大膽去創作呢個角色，去大膽去創作呢個角色嘅一次機會啦。咁好多謝導演同埋老闆同埋編劇，佢哋整個團隊去配合我嘅理念去做。演員其實就係對我嚟講係要去嘗試啦，去突破。如果你仲係一個即係去嘗試呢樣嘢，你唔會走出你以往嘅一個框架，即係又唔係咁簡單嘅。其實我覺得係對我自己係一直都係想做一樣嘢，就係呢個角色大家未見過，唔係大家印象裏邊嘅一個角色，或者係佢嘅成人就好啦。所以我希望能夠做得到，我都不斷喺努力。喜歡梅蘭天角色嘅所有朋友，我喺度講嘅就係多謝。